Hello，大家好，又有金仔啦！哇，時間真係過得快啦，7月中啦，已經踢到去4強啦。咁其實呢度咧，呢條片咧，我想分3 part 同大家講翻嘅。咁我哋首先呢 part 啦，呢 part 就重溫翻英格蘭對挪威啦。咁英格蘭對挪威咧，挪威正常都踢翻佢哋4-5-1陣式嘅，純粹擺夏蘭特前面做干擾啫。咁佢呢個戰術咧又真係炒後咗喎。佢係憑藉我上場都同大家推介過嘅呢個謝迪路、阿賓菲加翼鋒咧，人哋俗稱嘅蘇斯克查2.0娃娃臉殺手咧，佢就36分鐘入波，領先咗1-0先嘅。咁呢球點解會可以射得到咧？就因為哈利仔俾人侵犯咗碌咗地啦。咁英格蘭班後防咧以為球證吹雞，但係記住球證冇吹到雞㗎，但係自己鬆懈咗啦。咁就憑藉呢個謝迪路就呢球入波咧就領先咗1-0啦。咁其實挪威仲喺上半場之前咧可以領先2-0㗎，就因為呢個索羅夫呢個索羅夫啊有下2對1嘅快攻，佢其實阿索羅夫同埋夏蘭特兩個就係打一個試公司啫，但係索羅夫竟然選擇冇傳個波俾阿夏蘭特嘅，但係佢係 hold 咗差唔多2秒之後咧，英格蘭班後防已經翻嚟回防啦，佢仲想拐個試公司上去射波啊！哇，簡直藍色監獄上身啊！真係你家陣唔係踢緊藍色監獄啊嘛，你可以傳噶嘛，但係結果佢又反而去咗射啦，咁搞到呢球入唔到啦，咁全世界網絡已經公審緊索羅夫啦，咁之後就47分鐘咧，又憑一個爭議性嘅波啦，令到英格蘭可以攀平啦。攀平呢球其實咧嗱，嗰條片大家可以睇得到噶，佢純粹一個挪威普通嘅利蘭特開出嘅龍門球啫，大腳斬喺前面諗住俾阿夏蘭特哨噶嘛，但唔知點解空中咧撞到條威亞喎，因為個球場上邊咧有好多攝錄機啊、威亞啲揈嚟揈去有人影相嘅，咁呢球唔知點解就散中咗條威亞咧跌翻落嚟，咁啱就俾咗安達臣嘅腳下喎，跟住安達臣見到哇無啦啦有個波跌咗落嚟喎，咁佢就即刻傳咗俾哥頓啦，哥頓又哇頭都唔望啦，耷低個頭係咁拍，跟住去到底線嗰度傳中俾比寧咸，跟住入咗啦，咁又1-1啦，咁呢球真係好鬼懸案咯，到今時今日都解答唔到點解呢球會咁咯，佢嗰啲 FIFA 足球入邊啲晶片又點嘅咧，咁又唔知啦。咁繼續講法呢場波啲戰術啦，除咗呢球波爭議之外咧，其實阿杜曹嗰啲調動都好爭議㗎。咁你懷斯46分鐘真係頂唔住啦。其實佢可以換阿美奴入嚟控制個戰局㗎喎，因為美奴嗱你睇下曼聯嗰度，曼聯有美奴同冇美奴嗰啲戰績相差幾遠啊。雖然你話你如果同阿懷斯比咧冇得比嘅，但係點解唔可以出美奴咧？但係冇出到，出咗第二個啦。跟住佢好搞笑，佢仲要到86分鐘啊、89分鐘啊，人哋以為佢守喎，佢收喺奧拉尼出下士賓沙，跟住89分鐘，跟住當佢以為守嗰時，佢又無啦啦收埋江沙出下羅渣士，哇好鬼搞笑啊！跟住對面咧，夏蘭特已經冇氣啦。其實挪威教練都話我應該晨早換走夏蘭特㗎啦，但係冇氣啦。但係佢竟然收埋夏蘭特之後，佢先出單搬啊陰公。我最想睇嗰個夏蘭特對單搬冇得睇咯，係啦。所以賽後咧。有記者訪問咧，杜曹呢場波，哇！你2-1險勝喎，阿比寧咸救世主喎，連救佢2次喎，47分鐘同埋93分鐘喎。咁你覺得今場波表現點樣啊？阿杜曹話：呢場波陷入困境咧，係嗰班球員自己攞嚟嘅，踢得大散漫啦，速度又唔夠快啦，缺乏一連貫性啦，正常可以踢得更好嘅。但係呢段嘢一出咧，跟住就我啲記者就當然有嘢寫啦，寫完之後就問翻比寧咸啦，呢個始終救世主啊嘛，英格蘭救世主啊嘛。跟住第一次咧，比寧咸就純粹答，隨俾你點樣講啦。跟住到第二次咧，有啲記者話：其實你對杜曹啲咩不滿你可以講出嚟喎，佢真係真心講咗出嚟啦。嗱，我照譯咋，呢度照譯咋，有啲錯誤咧，各位球迷可以留言區講翻噶。佢真係唔識波喎！我哋咁嘅條件之下，去對抗夏蘭特奧隊長，即係對面啦，奧迪加特啦。呢啲球星咧係有啲咩感覺咧？喂，挪威都唔係咁易對付呀，冇可能場波踢到控球在腳完美噶，仲要靠連續1000腳傳波而去贏波噶，咁真係踢唔到喎。咁呢樣嘢，喂，倒翻轉諗，真係喎，大佬你對墨西哥，喂克服咗高原氣候，仲要不敗主場而贏咗墨西哥，喂咁杜曹有冇體諒班球員先？家陣又要喂對挪威又要咁對抗性咁犀利嘅，咁你哋想夏蘭特都踢到冇晒氣啦，可想而知啦。咁杜曹聽到之後，喂佢都講啦，我身為主帥，你至大佬分析俾我知，我哋應該要同啲球迷講翻聲，喂可以踢得更好嘅足球嘅，就係咁樣啦。呢個 juicy 唔 juicy 咧？咁第二 part 翻到嚟啦，第二 part 翻到嚟就講翻阿根廷對瑞士啦。咁呢場波咧又係好爭議性嘅喎，繼上場阿英格蘭對阿挪威嗰個威亞曲線落球之後，呢場波都好爭議性啊！嗱，講咗先，咁呢場波咧，阿根廷咧90分鐘法定時間就可以和咗瑞士1-1啫。咁佢就初時啦10分鐘啦，美斯開角球咧助攻俾小麥禁區前頂入10分鐘嘅喎，頂入領先1-0嘅。咁呢球波又係美斯助攻咧喺世界盃嗰度第10次助攻啦，咁之後去到44分鐘咧。安保路一嘢蓄意犯規喎，記住呢個黃牌先啦，我哋記住44分鐘安保路呢個黃牌先啦。跟住爭議性又去到72分鐘啦。咁其實72分鐘之前咧，67分鐘咧，瑞士係追和咗1-1㗎。佢係靠洛迪古斯咧喺左邊路爆去，跟住助攻俾安道耶而入波嘅。入完波之後，我都明白點解安保路要做呢下咯。其實球證咧係吹咗咧阿帕列迪斯咧侵犯安保姆先嘅，因為嗰時球證又唔知安保姆插水啦。但係記住，今屆世界盃有新例啊。咁VAR 球證係可以咧睇翻個畫面啦，
譬如球證判咗嘅黃牌咧，佢有權去 objection 球證，呢個黃牌係俾錯人哋喎。咁慢鏡頭真係睇到安保冇嗰嘢，真係插水嘅，搏人哋犯規嘅。但我就唔明點解佢咁樣搏咯。咁結果就 VAR 就吹翻球證呢個黃牌啦，取消咗對帕列迪斯嘅黃牌，倒翻轉又俾翻呢個安保冇插水嘅黃牌，而導致大家都記得44分鐘安保冇有犯規啊嘛，咁佢又另一張黃牌啊嘛。咁又呢樣嘢咧又變咗2黃變1紅啦。咁焗住阿瑞士又打少一個啦。咁咪令到之後咧好多網迷啊或者球迷咧咪紛紛覺得就阿根廷係有 VAR 啦，保送入去決賽嘅。其實大家留意翻今屆世界盃有呢條新例㗎，去 VAR 即係佢啲 objection 咧 ，objection 球證俾錯黃牌，譬如你俾錯呢個，其實唔係球員 A 嘅，其實應該係俾翻球員 B 嘅。咁呢個就正攞咗新例啦，係啦。咁就因為瑞士打少一個咧，佢就已經無以為繼啦。咁就112分鐘，其實佢都好好啦，可以守獲到99分鐘1比1啦。咁去到112分鐘啦，阿華利斯憑藉喺左路射入個世界波禁區外啊，嗰波仲要直飛網角喎，死角位入波喎，哇超靚啊！都唔知可唔可以攞到呢個世界盃金球之一咧？即係如果俾我俾呢球真係世界盃金球，真係死角入波嘅。咁去到120分鐘啦。真係瑞士嗰隻球員空群而出啦，後防空虛啦。咁拿達洛馬天尼斯把握到呢個後防空虛階段咧，隊友射波俾門將散出咧，佢又執雞成功，錦上添花，射成3比1啦。咁阿根廷又晉級順利可以對到之前嗰隊英格蘭啦。咁去到第3 part 啦，我哋講翻就阿根廷對英格蘭啦。咁美斯生涯之中咧，真係第一次對英格蘭嘅喎。咁而英格蘭咧對阿根廷咧係有十分之好濃郁嘅火藥味㗎。咁點解火藥味咧？就由1986年咧馬勒當拿講起啦。馬勒當拿當年咧，因為嗰陣時科技未咁先進啊，踢波係有電視機轉播啊，有畫面嗰啲啦，但係仲未有 VAR 嘅，所以馬勒當拿就憑藉呢個上帝之手啊，推個波入到門啊。咁大家可以重溫翻呢段片啦，上帝之手真係完全係推個波入網嘅。但係嗰陣時冇 VAR 啊，冇計啊，咁咪成功擊敗咗阿英格蘭咯。咁去到最爭議性就係到1998年啦，嗰嘢。我都有段片俾大家睇嘅，大家可以自己咧衡量啦。咁講嘢就斯蒙尼蓄意壓住阿碧咸嘅，壓咗落地下之後，哇失錯佢落地下嗰度喎。咁碧咸你要明白嗰陣時佢就年少無知啦，又當佢火藥味濃啦。嗰陣時冇黃島吉俾佢飲噶嘛，所以咪燥底咯。你知後生仔嗰啲啦，係咪先？咁佢又控制唔到自己喎，純粹用後腳輕輕掃一掃斯蒙尼啊嘛。斯蒙尼即刻影帝級上心，哇好痛啊，打咗落地。咁嗰陣時又係嗰句啦，冇 VAR 噶嘛。咁你唔同好似阿根廷對瑞士嗰場咧，瑞士嗰個。安保路嗰下咧插水，喂你 VAR 睇得到噶嘛？但係你講嗰陣時1998年邊度有呢樣嘢睇啊？所以球證就俾咗張紅牌俾碧咸啦，就呢張紅牌搞到阿碧咸成為全英格蘭嘅全民公敵。所以呢場咧，如果碧咸坐上客咧，真係好有滋味在心頭嘅，真係。咁阿根廷咧為咗呢場大戰啊，特登向 FIFA 官方申請咗着翻作客嗰件深藍色波衫啊！呢個深藍色波衫點解要申請咧？就因為我頭先都講過啦，上帝之手嗰年40年前上帝之手咧奇蹟之役咧，阿根廷就係正着咗呢件深藍色作客波衫取勝嘅。咁講翻兩個國家隊裏戰績啦，咁歷史上咧英格蘭對阿根廷咧取得6勝5和3負，哇極之優勢嘅戰績嘅喎。咁就係講90分鐘之內啦，90分鐘之內咧英格蘭咧係可以解決到阿根廷有36%嘅喎。咁阿根廷咧憑藉加時或者12碼咧都有32%嘅喎，就係咁樣啦。咁講翻杜曹啦，杜曹由2025年1月接掌英格蘭水印之內咧，已經累積咗14場不敗啦。咁就係計14場入邊咧有13勝1和啦，驕人戰績。咁如果計埋友誼賽嗰2場敗仗啦，咁20場波咧就係輸咗2場咁大把喎。咁分別輸咗1比3不敵塞內加爾啦，同埋0比1不敵日本啫。咁唔知英格蘭咧會唔會喺60年後咧哈利仔憑藉擊敗阿根廷啦，晉級決賽又打低唔知法國定西班牙嗰邊啦。我又最好就望英格蘭再對西班牙報翻歐國之戰咧，大級俾西班牙之仇啦。咁可以成功捧杯啦，好似60年前傳奇隊長阿波比摩亞咁樣咧捧起雷米金杯。但係家陣又改咗名啦，當然叫大力神杯啦。咁呢個情景啦，咁家陣咧英格蘭球迷都着住嗰件 T 噶啦。咁左邊就阿波比摩亞，右邊有哈利仔。咁唔知可唔可以英格蘭成功捧杯啦？咁呢場波阿根廷對英格蘭咧，我誠意推介英格蘭可以90分鐘之內解決到阿根廷嘅。而嗰位球員首名入球咧，就我誠意推介就哈利仔啦，哈利仔。咁如果咧全場入球咧，球員咧我就誠意推介比寧咸嘅。任何入球就比寧咸咧，應該都可以又會順利開出嘅，因為始終咧比寧咸咧係呢個救世主嚟，譬如落後啊，或者真係要打逆境波啦，比寧咸真係隨時入波好似上場咁樣，上場又救咗英格蘭啦，可以成功令到英格蘭晉級打阿根廷啦，所以。呢場大戰，我希望就英格蘭可以順利晉級，打嗰邊法國或者西班牙啦。而最夢幻嘅決賽組合呢，我又誠意推介俾大家就係西班牙鬥英格蘭啦。咁今場就講到呢度啦，可能呢條片有些少長啦，唔好意思啊，因為始終4強啦，下次再同大家講翻啦。嚟到呢度啦，咁多位球迷，拜拜啦！有啲乜嘢呢？可以留言區同我傾下偈啊，或者俾 like share 俾朋友仔啦，拜拜。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，記得撳埋呢個鐘仔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Tasty Money 港股直播室，將賺錢變得輕鬆簡單。